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福喜来的，我是吴义勇。今日来同俺哋材料嘅嘢嘅来宾呢，伊个有才情吼，伊对教钢琴，里面教米罗、米孙，还有客家歌，吼，韩国有非洲鼓，大风芦苇哦。俺哋今日来谈一个故事，欢迎吴麒麟先生。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吴麒麟，我来自尼泊尔，但是我唔係客家人。我客家嘅新口啊，本雅老師吼，你嘅客家其實講啊係唔會差哦。頭多你都有講到講唔係客人，唔係，吼，不過裡面也有接觸到幾多同客家有關嘅語言文化，也嘅人哋等下可以來講吼。先我一開始就係老師你係其實陸下係基隆，不過你睇高雄台，對。哦，還有睇尼泊爾，因為嫁過去嘅，古早同客家都因來因有關係，本來完全沒有關係的。老師你係對嗰細就開始學鋼琴係咪？係，我細就彈鋼琴嘅，對，一路做，行過來都教鋼琴嘛。哦，咁你係讀書咩？係讀同音樂有關嘅嚇？是啊，我係讀音樂課。哦，主修鋼琴，副修聲樂，所以本來的工作是在教鋼琴跟唱歌。哦，對，本來係嗰種1對1嘅嗰種家教，係都1對1家教。哦，好多。哦，其實我哋一批嘅人啊，可能就許多人，頭多某6個時間也有講到，我們這一輩的那個。布爾喬亞夢想哈，中產階級嘅夢想就係爸爸媽媽會家是經濟能力可以，如果帶細年嚟學鋼琴，我係學嘅差唔多1年，媽媽都放棄嘅，因為手指很硬，等到對嘅乜嘅鈴鼓啊、響板啊，都有興趣。那你對打擊樂如果係細時節感覺幾個簡單嘛，我學鋼琴都會難，不過我本身就係很乖的。一路學下，冇想去放棄哈。因為有姐姐有表姐，那她是我的偶像，然後就一直跟媽媽吵着，我也要跟我表姐一樣會彈鋼琴。對，那我路興去學。咁唔同嘅，因為我印象當中搞嗰種私人嘅鋼琴啊、家教班，是真係好賺啊。咁唔同嘅，你都學校嘅體系裡邊咯。進入學校是學校後來不是有音樂班嘛？音樂班那中正國小、信義國小、鹽埕國小裡面都有音樂班，然後會進去教1對1。那歸去尼泊爾，他正式進入學校的音樂老師是任課老師，代理代課，並不是正式的老師。對，就是慢慢按嚟接觸。對，因為屬於偏鄉。偏鄉年輕人都冇好去呀，我們都有機會，就剛好我們就有機會。主任又認識的，說請俺去學教，也學生從學過要比賽嘛，要有人指導。剛好有一個老師，因為他沒有空來學校，幫學生編舞啦、跳唱歌這些。主任就想到說，麒麟老師好像回屏東了，要把我叫回去學校。本來只是教合唱，然後後來想要學校音樂課、美勞課都可以叫我做。我說哈，那我會很忙。他說不會，先一星期排個幾堂課，然後慢慢越來越多。校長很會利用我，開玩笑。原來一開始係教學生係從學過，不過唔可以啊，一開始完全唔可以。學校有課餘老師啊，可以協助咯。對，我主要是把音樂的音抓準，然後學花都搞學花愛老師都來搞。你都同學花先生學學花。對，兩個就合作。那藝文因為育英國小。林美忠校長很好，他申請了課委會的那種沉浸式教學，有了一大筆的經費可以讓學校利用。那我們每一學期都要做一些跟客語有關、跟客家有關的東西，呈現出來給學生也懂，
家长也懂，对，因为现在要推行客语嘛，那刚好在客语学校就往这方面让我认识了很多客家的东西。对，刚一开始给高中，开始做汉语嘅沉浸式教学。对。你又唔要汉语，又当开始学学法，不会很紧张吗？也不是刚开始，因为前几年就已经有去接触客语妈妈合唱团，因为徐焕梅老师会请我女儿去伴奏，那我就会看到客语歌，那些儿童歌也很好听呐，那一些流行歌也很好听，我才会去想说去了解这客家音乐，那就慢慢去学这个客语。去考初级认证，我就拼命读了。所以就跟客语就有会讲雅威堂有特别迄套女仆对，那有归去女仆的迄个，我冇回来高雄父母也不在了，老家就妹妹在住，也比较没有回来高雄上课，都伫女仆的双科。你考个汉语认证，考100路考多来考98.5哦，校长还请我吃饭。他说：“你竟然考那么高！”他得寸进尺，又要叫我考高级认证。我说不行了，那个要写，那要用客语写文章来，没办法，感觉太难嘞。对，古时候如果感觉讲，可以讲。对，都可以古时候唔教客家歌诶，咩会就喺英文汉语身上，这个音要怎么发？对，因为唔系喺虽然教喺唱歌诶，唔过嘅发音都係過重要。讲一讲会变国语，那个音对。喺一路嚟落路係教鋼琴嘛，对，教唱歌嘅啊，对，教聲樂，唔會搞到 V 哈，不會教得很膩嘛？會呀。会有一点倦怠呀，对，因为在高雄的时候早期啦，像学生都爱考试嘛，要升学，那对学生对家长都要有责任呐，对，自己也都要有很大的压力。给兩種係冇通用嘅感覺因為伊呢係比較升學嘅。對。如果學生嘅身上壓力如果太。對，然後回到內埔反而是比較開心的。因為在學校只是學花歌難，學生歌單純，那學校也比較單純。那教美勞比較多，教藝文只是教音樂唱歌而已。那美勞方面，我又喜歡做手作，所以在尼普的外國翻譯。係啊，唔同講到我能想到，不過以前順後有這種讀音樂班咧，哇，那些學生壓力不一樣，跟我們一般學生整個樣子都不一樣。不一樣，會有壓力呢。是。在高雄比較累，高雄教學的時候，主任會給你壓力。家長會給你壓力，那學生彈好不好，比賽有沒有得名，都是我們的責任。感覺好不快樂哦，好像大家都很不快樂。那個大家都不是很快樂，因為壓力太大，你升學達不到標準，主任會罵，也會罵人啊，對啊，那家長也會罵呢，家長也會罵老師，對。學生都不會去怪自己的孩子，是會怪老師。是，所以我提早退了，我就學校不教這個，就教普通的1對1。對，我會按你離開，對，也還會重要就不去教那個有比較升學的壓力的，對。原來係按呢，然後就回到家裡，就自己家教一樣。然後回到內埔就比較單純了。對。那時候又剛好碰到自己更年期，心情不是很好，有一點恐慌，就變讓自己有很大的壓力恐慌。然後為了要讓自己調適自己的精神狀況，我去學了畫畫，畫圖。对，要畫歐洲家式彩繪，這方面也讓我學到很多，對，讓自己也變得很開心。然後學校剛好教藝文，
因为艺术人文里面就包括音乐跟美劳。那校长知道我会画画，就请我教学校的壁画。要今家去育英国小都会看到俺的壁画，还有村庄里面的壁画。对对。可能咩你自细就接触音乐艺文哈，故说下半人的人生会遇到困难的时间，陆地有艺术，也个会转折，会想到说自己要去找一个第二专长来做。他想到小时候好像还蛮喜欢画图的，除了弹钢琴以外，我们就是会涂鸦嘛，所以我就去学画图，学了欧洲家式彩绘，用亚克力颜料去画。故说那位后来又有搞模样样嘅东西，也个迄个开始，俺哋可能大家有看到现场有几多几闹嘅哦，俺哋喺剧团过来参加麒麟先生。欢迎到进来福喜来嘅现场，今日嘅来宾係吳麒麟先生。到麒麟先生有講到，原來香港嘅人哋就係對音樂裏面有賺到，或者是說撿回晚些老土嘅快樂。其實路屯講讀到更年期，也個劇團有關，也個係幾好嘅對自家嘅發現。如果人哋更加有看到唔畫嘅。畫嘅嗰講呢，晚些也幾好，也幾會畫圖，係咪？有發現到自己其實會畫圖，因為在學校都會做壁報，老師也都會請我畫，所以才想到，我畫畫應該還可以，所以就認真去學，我拿到國際證照，就是美國的畫畫的國際彩繪，家式彩繪，就是以木頭為主的家式彩繪。給有證照？有啊，你不曉得哈？給證照還會可以證明嘛？給都係證明你是老師了，你是可以在美國，我也可以教學因為我拿的是國際的證照對對對就會一頭栽入，我就一頭栽入去畫，一畫下來畫了10幾年了，我現在還是有在學啊，然後現在又進入到畫那個曼陀羅。对，现在有一种曼陀羅心靈療癒彩繪，我覺得也很不錯。原來唔連畫圖唔係畫好高誒，還會靠證照。對啊，要經過怎麼調色、色彩、暖系、冷系那些都要去了解。我會認真去學，只要我想學，我都很認真。你就要學到邊欣賞。對對對對。係我會本身個安尼嘅模拍，對，無論做乜嘅，我做到有欣賞嘅時間。只要學什麼東西，我都會想讓自己可以更進一步，學到說可以，我也是老師的。人家就會想講，我屯客家嘅東西用入來，一定要啊！學校一定就是要把客家嘅東西都用喺裡邊，也愛竹簾，然後要有客家花布，然後。就像燈籠，這是都元宵節，你知道那個怎麼講？投那個講炮仗啊，對對對，攻炮城，對，還有一種叫盤花，都有，都要再學。所以在這幾年我學到也蠻多的。嗰種也就係教學生嘅向下做嘅。是。咁材料用嚟來咯，路邊啊，我以前這個愛買。就該想了，我都自己去買東西來。那也很花心思呢。要啊，所以我家現在堆的很多東西。咁還有一個竹簾嗰啲 panel， 同我哋介紹一下好冇？這個竹簾其實你認真看，它就是那個捲毛筆的那個毛筆的那個簾子或壽司。對對對，對。然後我們就設計說用花布把它框起來，然後做的這個娃娃是一個信插。那學生有的要選藍山，就做這個藍山的。那就有個女生，她說想要做全部花布，她就做全部花布的。那頭髮就是用毛線咯。想要自己去想一些東西來教學生。對。咁學生嘅反應係用咧？都很喜歡上我的課。
他们觉得上我的课很开心。对，有一对兄弟，在住林洛，有一对兄弟，他妈妈特别从林洛把他转学来我们学校读书，就是说听说有我这位老师在那里教啊，还有那两兄弟真的很不简单，就男孩子怎么会拿针线？因为我们在做一个提手的袋子，那用花布做和蓝山布去做的。他想学，我问俺母女哦，俺好个呀，冇做嘛个呀？送妈妈。他是要学了要送妈妈。好感动。对。嗰種教一個種頭都睇到呢時間講，一開始睇教音樂班啊，阿啲非常睇啊，後來變啊10年的教學，就係其實也會有一點壓力，因為這些來上私人家教，其實沒係味道，下一百可能會考音樂班嘛，也有可能。後來入到學校，教按那東西落差很大吼，教應該教書啊，就是會比較快樂，感覺心境，一個人的心境差很多，就變很大，因為那種感覺就是畫畫跟做手作，跟教鋼琴，還有教聲樂完全不一樣。對。後來呀，嗰種因為讀到一道嘅困難挫折，讓你轉到另外的領域。是，沒感覺很好吼。後來後面呢，學校也有讀到過。差點廢校，對，給危機，對，給什麼嘅情形啊？可能是少子化嘛，學校學生，我也剛有講，那是比較偏鄉，那學校學生不足，那縣政府一定要收校啊。那為了這個收校的問題，我也站在因為跟家長，學校小，那學生、家長、老師、主任，大家都很同心一致的想要保存這個學校，那也沒辦法，後來還是變成分校，被東寧國小合併為分校。對，那分校以後，主任也剛好升為校長，那我就跟着這個校長，他把我帶到愛寮國小，他希望我的音樂是沒有往客家了啦，就是美勞方面。還是可以在學校盡量發揮。對，像最近他們畫圖啦，做木器彩繪，這校長我覺得都很用心啊。對學校的像學流行徽州鼓或者吹直笛，這個我都會教。對。可以搞的東西幾多呢？對，剛好學以致用啦。不過你有講，其實應該會退休的。對。不過線上就係還係想要屯留下來。是。因為偏鄉老師比較缺才藝方面的老師。對，正統的音樂系啦，或者比較有願意做這些才藝的老師，年輕老師比較不會到偏鄉。我現在希望去年輕老師可以下鄉的很少。對。嗰時候就會更加讀到後上嘅編授的。對。新上面編授的。就很會教的。對。剛好我也有機會就可以繼續教。對。哇，所以要遇到一樣的，可以有點像是傳承下去。就是有點困難哦。是的。真的，我也希望一直能夠推廣，我也是鼓勵嘛。對，所以我現在也有在社區，就是關懷據點，然後或者是縣政府有辦些活動，都會請我去帶。嗰時其實更加也幾多年會想講，其實冇真的退休，就係可能是發案多心思去落實，想着謀生。對。然後你就可以去做一些。這個剛過做了一個奇妙的事情，是，而且我覺得更好是，其實你可以幫助到幾多年。還好，我會搞還夠貧苦的小朋友哈，因為偏鄉你知道比較有很多隔代教養，那我會把那個比較有才華又願意學的小孩，我說你來我家，我們就免費教你彈鋼琴啊，還有，對，我會帶他過來，
希望他不要走偏路嘛。因为通常自己的父母没在身边啊，跟阿嬷就跟祖母或阿公都会起冲突。对啊，我会把他留在我家，因为家里现在只有我跟我先生2个人。孩子都大了。希望说他学，但是老师，我学这个做什么？我说你现在学不一定你长大会不会用得到。对，我会这样去带比较贫困的小朋友啦。对，我也希望帮助他。对啊，我也有透过跟主任先谈过以后，我才会留。对，要跟家长讲。你不能随便把一个孩子带回家，等一下说我拐了小孩。对。古种因为如谈好诶，就也生年了，如果不是人卢卡，其实重点也唔係講，唔講佢們好多以後就會有一個陪伴。对，至少陪他讀書。我會讓他先寫功課，寫完再讓他去彈一下鋼琴。對，因為要不然他在家就是會亂跑，他阿嬷又管很凶，阿嬷很凶，他就这个女孩子现在已经高中了啦。对，现在她小学的时候我就带回来，但是她国中以后进入国中以后有一点叛逆，也会跟我起冲突。对，那我就以她自己的意愿嘛，你想留就留。对，就是我有能力平衡一段路。对。是尽量自己可以做得到的就做。对，像现在在学校也是一样啊。我像年纪我应该是可以退的啦。但是校长也希望说把我的手艺可以多教一点给学生，让他们学习。那现在小孩子比较不像我们以前乖乖的听老师讲，我要学你学这个就学这个，他会顶嘴。然后我就。你学了，可能你以后有用。更好笑就我教他们做那个手包嘛，过年的时候我说我们来多做几个，那次就做了10个。我说你就试着去卖卖看，他就摆在他们部落来卖。老师这个可以卖吗？我说真的可以卖，你就过年去摆摊，一个卖100块就好。他就很开心了。發現咧都就係麒麟先生嘅所謂教學嘅方面都因為因控態。都係一套呢，我哋講嘅係人我以後麒麟先生嘅能力都大鼓嘅，搞到沙奇去我哋了一下個都進來現場。都進來福喜來嘅現場，我哋今日嘅來賓係吳麒麟先生。頭到我哋講到嘅吳麒麟先生，佢有才情音樂畫圖手作更加我哋愛入到非洲鼓，感覺跟你的形象差別有點大。不一樣。係啊，你會接觸到非洲鼓嘅呢？剛好有位朋友，他想要推廣這個流行非洲鼓，叫流行非洲鼓。沒傳統非洲鼓，人哋而家看到嘅都係有2種，對，一個係傳統的，一個用到流行非洲鼓。對，它屬於碳纖維，它是碳纖維做的，比較輕。那這個是流行，傳統的是整顆木頭，它去挖空，那就很重。那對老人家、對小朋友要拿都是有困難的。所以他們從外地引進這個碳纖維，想要讓社區的長輩可以去打。然後他們找到我是因為我學音樂，他知道我學音樂的老師可能對這個有興趣，就來跟我談一下。我說是什麼叫流行非洲鼓？我也想去了解。然後來路打看看嘛。然後就說它這個有很多好處，就是用手直接去拍打，然後它上面有很多穴道，它可以刺激到我們的腦部，可以讓老人家可以延緩老化，也可以刺激你的腦筋不會退化。對，大概學了半年，然後
很快的就上手，因为它是流行徽州鼓。所谓流行，它就是说听任何音乐你就可以打，就像那个是跟我以前学的声乐又不一样啊。你知道我们声乐听的都是古典音乐，钢琴也是古典，那流行歌，国语、台语、客家语、英文、日文、西班语都可以啊，只要有音乐它就能打。那就我觉得这个好像不错耶，那我就跟这个公司合作，那就把它推广到。一开始我们在内埔，我在内埔我邀了一些我的好朋友啊，然后有一些退休的老师，还有几个老板娘没事做，叫来练习。其实他也不用说有很多有音乐底子，不需要，你就可以打。只要你会听音乐，会唱歌，大家都会唱卡拉 OK 啊，所以很容易就会打。那我现在有成立一个学会，就是我们这群一开始的这群人，现在是我们一个 team，那就把它推广到各个社区去。那县政府社会局又听到说有这样的事情，又来找我去当社区达人，那就把我推广到每个据点，希望去每个据点让老人家也可以去接触。这3年让我玩这个也玩到很开心。郭总，你开始搞以前，你这个先大概半年哦。对，半年其实蛮久的哎。还好，真的吗？因为还蛮多要去了解，跟我以前的领域又完全不同。无通用的啊，以前是搞学生的，生意的嘛，真加搞的老人家，然后社区不同，你要去带动。那我本来个性也没有那么嗨，比较文静，对，然后不一样的领域，对，那你要去学习怎么带动啊，怎么去教这个徽州鼓。臭狗，它跟你原本真的差别很大，表演丰盛。差别过胎啊！现在看到我的人都说我变很多是因为大鼓其实鼓眼影都要有那个律动，要有那个嗨出来。哇，那你一开始这个坎对你有点大，对不对？一开始很不适应，所以需要去学习，但慢慢的进步。所以我刚有讲，我学什么我就要把它学好，我也很认真去做。我说搞弄人家都是大家一片葱一片大鼓，对，也会，对，像来从客家都打客家，从台语歌就打台语，最近会在屏东的艺术馆又有跟小朋友一个西班牙语，也很特别，对，他们是合唱团，那我们合唱团会跟着学习。就是跟搭配去打鼓。他以前搞新年诶，后来搞老人家打鼓诶，係咪嘅感覺？真的差别蛮大，对，差距很大。对老人家我们不能讲太重话，对。那对学生搞钢琴，有时候要软硬兼施，对，所以领域不同。因为睇下來。學打鼓的就係愛學教，要快樂的嘛，沒有壓力的，很開心的，對。不過他爸又會表演哦，要。那你怎麼要求老人家？加強練習。是有按的啦，都會硬練。是。有沒有學生這群老同學給你什麼回饋？他们都很开心打，只是老师不要打那么快，而且不要太快的。我说慢慢打完也是要进步嘛，才会活化你的脑部啊。对，我会鼓励他们呐。对，那总不能都一直打简单的。有啦，有一团是安养院，安养院的那些老人家都是坐轮椅，你就不能要求他有多大的，因为有限制嘛，他不能有很大的动作，对，就不一样。古路中头都讲嘅，人
以前如果糖豆，马给胃痛或眼奶啊，哈，就会手上有很多的穴道，我们胃痛按哪里，什么按哪里，所以给大全部都打到了，我有，对，哦。那教这个之前，我们还会有先有一个动作嘛，先像暖身操一样，让它活化以后才开始打，所以都还蛮开心的，就是边打边唱，我们都是在玩，就要把它当作在玩，对，因为这个场景就会感觉太高。对，可是你又有一些，因为你会编嘛，都会要调口味，我要怎么打中间，打哪里，打边边，其实不难。它只有4个音，一个低音，一个中音，一个高音，一个轻音。就这样的动作，几个音你就去组合。对，主要是节奏。你看这个歌，就像我们讲流行歌，有华尔兹，有伦巴，有慢波，有3D 歌曲，都有不同的节奏，有 disco。对，我学了这个也是要去了解这些。哇，要的各位，你以前我妈会弹没有？对，没有，几乎没。对，大部分我们都学古典嘛，贝多芬、莫扎特、劳斯莱斯的。哇，不是，等都黑啊，都退休的年纪，你去学了一个新领域，哎。对。哦，这个领域又真的让我很开心。这3年让我变得很开朗。也愿意讲，对，你以前没？以前不会讲那么多，哦，真的，哇，所以3年前你来会很难，可能很难，对，哦，嘿哦，是，哇，故说也给本，那对你的改变是这样，其实对其他后上爱怕没黑哦，对啊，所以很多人看到很早认识我的人就会说我变很多。你这个还没感觉？对，我自己也有感觉。人心有面相都是从心生嘛，对吧？对啊，很多像小学的同学看到我也会说：“这是你吗？”对，真的差别很大。对，跟打鼓的英国就会我本人会欢喜。应该很难打鼓还不开心呢。对呀，你只要你一打鼓，你就会很嗨。真的呢。你问一下年轻人都知道，小学生更嗨。运动会，那1个月我才集训他们1个半月就打2首歌，校长都吓到，我们的学生可以这么厉害。对，如果用头摆搞后上的研究，所以其实你自己有用这个一套搞后的方式。就是挑几个中高年级，大概10个学生出来表演。他们我说你们想打什么歌？我只问他们要打什么，他说要打那个现在最流行的阿帕子，结果就打啦。对，就教他大概是这个节奏，我没听过啊，但我要先去听音乐啊。大概是这样。那教他们打，学生很厉害。如果里面有个音乐的底子啦，比较快。就算是流行的歌位，你不但不熟悉，可是因为你有带，比如说你会马上编一个我用来打，其实也可以夹，都很弹的，都可以的。对，可以夹的，因为要写古谱，写古谱，大概哪个段落要打什么，哪个段落打哪个啊？你刚刚安呢，搞好呀几句的你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就从搞钢琴又搞很多东西，安尼一路安尼行过来，你这刚刚这个教学生涯，你这个最大的收获是吗？怎么讲？就跟着成长，对，跟着成长，让自己也变得很开心，这样子。对，会让我自己也有事情可以去思考。对，像学客家的东西，让我认识很多客家的文化。对，艺术人文都不一样。跟福隆人嘛，福隆人的东西没按到。还是我接触客家，才会知道说客家有那么多的东西，像腌东西咯，做起牌哦，那个都是不是我之前做过的东西。那在客家村里面，让我学到的是以前婆婆他们是怎么学很多怎么讲客家的那种食材，也不是我接触到的。以前没有去接触，但是
在客家村让我学到很多，尤其在育婴的那7、8年，对，让我像学校的学生也不一样，跟市区学校在高雄市的学生也不同。那高雄市让我接触的是都比较要求严格，那乡下那边都只想要玩。古早就迄虽然讲迄教，唔过都迄持续提学习，古早自家都持续提成长，自己在成长。过后嘅成番咧吼，生活很精彩哈。今日非常感谢麒麟先生按精彩嘅分享，多谢。多谢大家，我也希望都大家都很开心，都欢喜，老人家也会学流行会做鼓，会让大家都很开心的成长。好，非常感谢。甲观众朋友撒下来，莫转台哦，谈论欣赏，好好运通。各位福喜来嘅观众朋友，有请大家去到我们嘅面书粉丝专页面站，韩国听业 YouTube 频道，随时发落福喜来嘅消息。